今仔日就是同事去斗阵食饭，就是较好的同事出去外口私底下食暗顿。我嘛有发现讲，我有无共款啦。有人因为要死头路，要离开公司，变做讲因可能有较好的发展。阁有人阁住伫公司也袂走，嘛有人讲伊阁伫找，有可能讲有讲着足悬的薪水，毋过考虑以后就无去，等等。若以前呢，我听到即种话题，拢会较紧张，会惊吓，会青狂，会惊讲我即马无对人无去甲别人共款，去找一个较有发展的新的公司，我安尼是毋是无安全？就是以前的思考拢想要甲别人共款，对家己较无信心。若人就讲，伊即马找新的头路啊，是学啥物前端，阁有后端拢有，拢是即叫全端就是拢总拢爱做着。那我以前就会欣赏别人讲找着即个会趁钱的公司，较有发展。若新的工课，听起来有竞争力，会安尼，总是伫欣赏别人，认为别人选的路是较好的路。毋过这游戏嘛算做久啊，就是我嘛做过讲，一群人内底是要离开的，互人感觉讲你爱去一个较有发展的所在。迄时我的心目中嘛是充满愿望，嘛有做过。我留伫公司去送其他同事，因要去新的所在，拢未知，毋知影好抑是歹。毋过总是知影即马公司会较无好的所在，拢讲迄是一个坑，火坑。若安尼讲，我的想法就会想讲，那安尼讲的意思就是我是被浮走的人，我即马阁留伫因要放弃的所在。以前拢是会安尼想，阁会惊吓，惊讲身躯边还袂讲要走的人，是毋是过长工就讲伊找着较好的所在就要走啊？以前心情总是安尼，就是永远认为别人会去较好的所在，会拄着较好的代志，家己就是毋管留伫倒位，拢认为家己会比袂过别人。毋过即马拢是心情较平静，去听别人讲，嘛袂有一寡情绪，就袂产生一寡足侪讲白放心、轻松，认为别人较好，即种想法就较少啊。我就较知影讲，我即马安尼，有时阵讲是好是歹，总是足歹讲的。亲像2冬进前，迄个离开公司的旧顶司，伊就是对我足无信任。毋过迄个时，我足认真要拍拼，
做认真要表现。即马人拢离开的理由，就是讲做伤济有诶无诶代志。做一个人要管足济系统，安尼食力，毋过佫无较，嘛无较好，嘛无较好诶发展，嘛无讲拢是做苦工啦，拢是为别人伫扛轿。毋过迄个时阵，我是足愿意做安尼诶工课，因为旧顶时就是对我袂放心，就真甘愿讲甲工课交互拄仔入来诶菜鸟仔，而且进前无啥物经验，毋过拢甘愿交互因来做，就是无看我遐热心，遐主动讲要去应啥物头路，家己足主动去做家务，总想要加做一寡代志。毋过颠倒跳主管旧主管来主动，迄时当然想讲，安尼开会嘛袂找我，若讲做组长嘛无我诶份，迄时是足怨叹诶。毋过即马想想诶，颠倒讲我有较济时间，会当做足济代志，是家己想要做诶代志。甲别人比起来，迄时旧主管是足信任别人，互因做足济足重要诶事头。毋过伊嘛一个一个拢想要走啊。这就是讲好歹有时阵现处时是较看袂出来。可能以后知影家己要做啥，知影啥物对家己较重要，心头定，以后较知影讲，失去的无代表是无好，有时阵失去旧主管伊的信任，伊的委托，无替即个旧主管扛轿，颠倒讲对即马2年了后的家己来讲，就袂讲做愈济愈怨叹，认为讲，若讲好康的拢无家己，歹康的拢替人吹，都袂有即种较负面的想法，就是足就是足心甘情愿，亲像讲，即个新的主管伊就是会甲好的成绩，员工的成绩，排互菜鸟仔，伊希望讲这菜鸟仔薪水领较少，互伊较有机会讲变讲升一级，安尼较会留会着人才。毋过对阮即款蹛公司蹛遐久，就是第一代系统第一代，做资深的人来讲，就变讲你毋管是足拍拼，抑是像我安尼无拍拼，成绩竟然是共款的呢，都会互人想要离开。毋过对我来讲就无差，我嘛趁着啊。毋过心内嘛是会想讲，哎呀，我嘛希望我是迄种伫公司是互人感觉足拍拼，拢足无闲，拢足重要的员工。我就有想起一个代志，就是想着讲，以早读册时，因为咱伫即个班级，即个教室的文化内底，咱嘛会做想讲，第一名、第二名，这是好的成绩好，考试的分数悬。老师做注重的，
同学是好诶，因为咱真正受着迄个教授文化影响，变做讲咱若伫外口食头路嘛是共款，拢希望讲虽然会讲会怨叹讲拢替人扛轿，毋过无闲试试嘛是一种成就感。这是因为讲咱心目中嘛有一个标准，对好员工的一个标准，认为爱安怎做较是好员工，拢足想要做即个好的员工。这就若亲像读册的时，足想要做考试考诚好，老师嘛足注重，嘛足疼惜的一个好学生。有时我若讲有淡薄仔痛苦，想讲家己介心无介重要。若开会讲要有新的案，嘛足罕找我。其实心内嘛会想讲安尼，敢对？这就是受着这文化影响。好学生、好员工，其实咱头壳内底拢有一个定义。这就若亲像讲，伫同事食饭的桌顶，会一直怨叹讲，做足侪代志，足无闲，足重要，足忝，结果薪资也是比人甲人共款，无比人无无无讲比人较好。毋过就白讲伫即个场合内底讲，我最近拢无啥物代志做呢。拢闲，阮两个就一直若开讲，若上班。即种代志就较袂讲，除非就是大家拢无代志做，安尼可能就安尼若讲是较袂甲人感觉讲怪怪。毋过若讲有人是足认真，毋过愈认真愈委屈。拢做苦工，无好做苦工无好康。这时就变讲因为因就是好员工，只是讲被甲顶死抱，无法度讲一个仔就一个仔就变做大官做短仔时间，因为有好好甲顶死抱，就变做足轻松，就做足大的官。毋过因也是咱心目中对员工的标准内底的好员工啊。我想讲，有时我会紧张，惊讲，若经过我电脑荧幕的人啊，会想讲这人看起来哪会遐闲？着我惊，互别人讲我哪会遐闲？原因就是讲，我嘛受着即个标准、即个文化的影响。毋过今仔日咱若做家己，其实就是爱知影讲，有时阵紧张无快乐，拢无啥物代志做，应该是上快乐的。毋过颠倒讲变甲足痛苦，原因就是咱家己嘛会认为讲家己无够好，咱心目中迄个标准无甲伊放下嘛，无甲伊改变。这就若亲像讲，若伫读册时有迄种不爱上课、不爱读册，而且可能伫遐不分，伫遐欺负同学的一寡人讲较无好的学生。这学生伊逐工拢毋免读册，应该是快乐的啊。毋过因颠倒毋是快乐的，因是痛苦的。为安怎会安尼？
因为这无好诶学生，人眼中无够好诶学生，因心内嘛知影讲，即个学校诶对一个学生啥物是好诶，诶标准伫倒位？其实伊嘛是用这标准来看家己，就足清楚知影家己就无遐好，而且是颠倒病，是是人讲歹学生。毋过，佫无法度讲做到像好学生安尼，突然间就好好读册。这读册嘛是爱累积，就变讲，就若亲像讲台语共款。若足久无讲台语，你雄雄去讲台语，台语拢袂记了了，也无迄个腔口嘛怪怪，来变调啊，安尼听起来拢，这耳孔拢感觉讲足无顺的。啊无就是大家一听就听会听出来，就会甲你问讲你是倒位人啊？台语哪会怪怪啊？会当讲中文无？变讲有一寡改变，无法度是一夜之间会当改变。若讲读册囡仔嘛是共款，因伫即个校园内底身份是学生，因心内标准当然嘛是讲，老师对伊有看重，同学甲伊尊敬，伊的成绩做好，做班长表现做好，迄是因心目中的标准。毋过无法度一夜之间，就是别一个年，就变做好学生嘛。你讲英文，就足久拢无读，数学拢袂晓，因做袂到，就变讲做袂到，也无法度做歹学生。若做歹学生，毋过心内无欢喜、无快乐，安尼其实是痛苦的。若就亲像讲，我伫公司上班，就定定有一个疑问啊，讲嘛无做啥物代志，嘛无啥物有值得我紧张啥物压力，为安怎我会为安尼车算啊，会感觉紧张？我就慢慢仔体会我心内的想法，就是背后有一个信念，即个信念就是好的员工应该是安怎的员工？当然就是上班就足专心代志就是排甲足甜的，而且对公司足有贡献的。若讲公司就制度的问题啊，抑是文化的问题，无法度互即个好员工一个足好的发展，互即个好员工失望，互好员工来离开。这其实嘛是心目中对好员工一个标准啊。无一个大家心目中好员工的标准是，伫公司学台语，伫公司甲隔壁的同事做心理的一个探讨，互家己心灵搁较健康。因为这是个人的代志，对这公司来讲，可能公司希望的就是，你著开时间拼命做，逐工头壳内底拢想公司的代志，会当加做，为公司增加足侪产品的价值。毋过绝对毋是讲这人一直去甲心内的无快乐、心内的欣赏别人的念头，甲伊豆豆仔
豆豆改变，这当然毋是好员工一个定义。若讲我会认为，伫公司无代志做，毋过嘛会紧张，嘛会惊吓，嘛会惊别人会安怎看待我。原因就出伫讲，我嘛无摕牢讲对好员工一个标准，认为我应该爱达成即个标准，未来较安全。即马较习惯，就是我的信念若无改变，就变做是一个亲像学校内底歹学生共款。你叫伊做好，叫伊去好好啊认真读册，对伊来讲嘛做歹达成。毋过伊阁对家己即摆的状况是，足负面的，就变做为虾物会有人讲做歹学生，就是较会去欺负人，较会去做歹。我想讲，这就是因为对家己的认知、对家己的标准是想要做一个好的标准，毋过无法度做袂到，阁无法度去转变家己，甲这好学生的即个标准甲伊放下，安尼当然就是愈来愈痛苦。我即马嘛是爱知影即件代志，知影讲我头壳内底是做侪钱、做侪标准，做侪定义，认为讲无做即种标准的人，我会愈来愈危险。那其实若知影以后，就是嘛是爱豆豆仔练习，就若亲像讲台语的时，有时阵当然这华语的用法就会走出来。毋过我有一直去坚持，像讲甲同事去食饭的过程，其实有讲几句仔华语嘛会有时阵想要表达，想无讲台语安怎表达，大家听有。毋过我犹原是有坚持，会加用一寡台语，比如讲，就甲台语放掉，讲今仔休困，这是我有即种坚持，嘛是一个做难得的代志。而且呢，我就豆豆仔甲这台语讲真好，大家足认同，甲伊当做是对家己一个价值的标准，是一个评价家己的方式，就较无即种想法。若讲我对即个店员，抑是讲伫同事面头前讲台语，对方有可能会反应是嘛对我讲台语，安尼我嘛做平静的认为讲这理所当然。毋过若有人就我讲台语，伊嘛讲华语，啊无就是有时阵就即种反应无好。对我来讲，迄就是伊的反应，迄是伊的专业，伊可能无做甲遐，就是讲，互人客感觉讲这服务人员做好诶，互我有即种做感心的感觉。我讲台语，伊对我的反应是诚好诶，互我有印象。毋过当然有人就毋是安尼。对我来讲，就是这人可能无够专业，无够互我这人客讲台语的人客感觉讲，这个真好，有替服务着。毋过我莫阁甲即种代志当做讲是我的台语讲无好，
对方较有即种反应。这其实是爱豆豆练习。有时阵对方的反应是较无好的，互家己足失望的。即个时阵呢，无代表我的价值，甲我即个人为虾物要讲台语？即马讲台语讲甲有好无好？即个腔有正无正？其实拢是无牵连的。就算讲我即摆台语讲甲着普通阁无及格拢袂要紧。这甲我这人的价值是无共款的。进前会足痛苦、足激动，讲对方哪会无甲我讲台语？哪会无好较好的反应？用台语甲我对话？我着甲即种代志当做讲是看我无，看我的台语讲甲无好。这着若亲像讲有的人去踅街，伊若落地仔有钱，伊感觉伊是一个足充实、无欠钱的人，嘛无善的人，是伊认为嘛伊认为伊的心灵、伊的认同是，伊是有一个有够用，财富拢有够的人。这是伊若讲来看物件看介绍，店员就是安尼歹插伊，讲这足贵的。我想迄人嘛是笑笑。对迄人来讲，这店员的反应是怎样？甲我正经认为家己有钱无钱，这是无离题的。毋过有的人就是就会掠讲你是看我无钱。其实伊会足激动，是因为即个人认为家己的价值就是伊有钱无钱，而且伊认为伊家己是足欠缺的。毋过有可能伊的银行内底口座现金是满满满。这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感觉无共。这着举一个例，有的人台语嘛讲甲无啥好，毋过伊认为讲我讲甲真好啊，足清楚的，比大多数的人拢搁较好。着做爱讲的，着一直讲一直讲。别人听无，一定是别人台语无够好啦。安尼足有信心的。毋过有人就算伊台语讲甲写叫，毋过伊有自卑嘛，就讲我讲较无好啦，我这腔口有可能人拢听无，拢毋敢讲，就变做有一寡代志是敢讲甲毋敢讲，毋是好甲毋好的问题。毋过我以前思想拢是认为一切原因就是无够好，就是无够好这三个字捆绑我即个人。就认为讲我家己认同我家己无够好，别人的反应拢会甲我伤害，而且我甲台语无够好，甲伊当做是我这个人的价值无够，拢变讲白做伙啊。其实是爱分开的，就亲像讲写小说即件代志，有的人伊就是较无爱看你的小说，伊可能看讲这篇写甲我无介意，就离开，就退赞即件代志。有的人看甲足艰苦的，想讲我哪会写一个小说，结果写甲大家无满意，足侪人离开，开始怀疑家己人生的价值。其实实际上就是别人无介意看你的小说，无代表你这个人无价值。
这是两件代志。伊有可能，足介意你即个人啊，只是讲你的小帅，伊着看较袂合嘛，较无合适。这道理其实阮翁有甲我讲过，毋过迄个时阵是失落小煞无人看，这失落伤强啊，伤过度啊，无法度好好去思考。即摆想想的，就是我对这一切别人的反应，毋管是台语小煞，伫咧公司是做无用，抑是做用呢，甲即种价值，甲我这人的价值是牵条条。我应该爱知影，其实是无共款的。我这人的价值，就是我家己知影尔，而且我爱家己去找出来。这就若亲像讲，有个人的台语讲啊诚好，毋过伊就讲这无啥物稀奇，伊就嘛尽量使用华语。伊无想要讲，我安尼讲台语较无好表达。对伊来讲，台语就教因就好啊，就是会当讲这几句，讲啊做标准。嘛袂讲去啥物台文字啊，对伊来讲嘛伤遥远啦。这有个人的想法是安尼，毋过其实阮也知影讲，我的想法是虽然网讲啊无啥好，毋过一直咧学习。安尼我找着家己的价值，就是逐个要放弃的时阵，逐个认为这无啥，可能日文、韩文、英文搁较重要，这是逐个观念。毋过我会当坚持，就是学台语、讲台语、加使用台语，好好写台文。我着爱找出家己的价值，这当然是有价值的。就是爱看用啥物方面去讲。对一个英文补习班的人来讲，我安尼坚持说台语，坚持使用台语，有可能对伊无价值。毋过对一个若惊讲台语要失传的人来讲，我安尼做就有价值了呢。我无需要讲去考一个笔，也无就是讲我今仔台语讲啊叫，毋过就不爱讲啊，讲啊叫，毋过伫外口拢讲华语。甲一个虽然讲台语讲啊无啥认真，毋过伊坚持，就是莫放弃，就甲台语当做伊思考的一个语言，用台语来思考，尽量伫外口拢尽量使用台语，莫互台语互人感觉讲拢无人伫用啊，这无人用就无效啊。对这惊台语失传的人，到底倒一个较有价值？当然是我安尼坚持使用，我安尼较有吹杀台语这语言这种意义。这就是讲，一个人有价值无价值是角度的问题，毋是讲绝对的。而且爱家己会晓找，为安怎呢？家己的价值若拢等别人来发现，等待别人来开喙，安尼会变做讲，着爱去行做主流这条路。像讲趁大钱，去一个足大的公司，薪水足悬，搁奖金搁足出名，等等，就是爱做主流的一个做主流的代志，
而且做甲比别人搁较好，较有法度讲是别人来讲出你的价值。毋过我若讲做的是一条甲别人无共款的路，毋过较特别，有可能全公司就2个人有伫想台语要失传的问题，咱就算少。毋过全公司的人每一个拢伫想讲，我要趁搁较侪钱，我要去做投资，我爱为20年以后的生活做准备，爱欠钱。咱就可能95%的人拢伫想共款的代志。这就毋是一条足特别的思想，足特别的路。我若讲去做一个较少数的人会坚持的代志，就是有即个价值。这就若亲像讲同性恋即件代志，这就是伊的价值啊。若讲大家讲拢社会拢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安尼足合理的，而且嘛做较无问题啊，嘛大家拢无话讲嘛吼。毋过这种价值甲一个讲这社会就是拢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毋过我就是甲人无共款，甲人无共款，就是有伊的价值伫内底，而且会面对家己，会讲老实话。这种就是无共款的价值。这拢真正是家己爱去看去找，莫等别人的别人讲去学老，别人会学老的代志，真正就是趁钱啊，做大官啊，足水的啊，无就是学足侪特别的才华，讲画图足厉害，乐器，毋过拢算是足主流的啦。无就是讲伫网络其实足红足红的，若拢爱倚靠别人，学老较会找着家己的价值，安尼就变做讲大家拢做共款的代志，毋过阁无法度达成。就像我讲读册囡仔，伊若讲拢足侪当拢无好啊读册啊，虽讲伊知影讲即个爱互大家学老，爸母学老，朋友学老，学校的老师学老，有可能伊就是爱做颠倒反的代志，就是做一个好学生。毋过伊阁无自信，讲伊做好学生会当做会到做袂到，阁对家己的价值阁要倚靠别人来甲你学老，安尼就会变做讲会一直失落，就会一直做负面的。安尼想想的，就是讲足侪问题会当为咱的心来做起，因为你要去拼安尼主流的价值，拼到第一名，咱做少数啦。你讲做大官，这是一间公司是会一天到暗拢大家拢咧做官吗？拢足学的啊，就变讲咱若价值找着家己的价值遐困难，遐好找，毋是找家己的麻烦。毋过我若对家己的标准就是，我有坚持讲台语，嘛有坚持讲豆豆仔加看台语，加学台文吼。我即摆台文就是较无爱看，因为较看袂习惯。
毋过我若为遮来开始拍拼，以后有进步，我就认为价值就伫伊遮，我找着啊。这毋是讲，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家己有法度完成，而且我嘛认同即个目标，认同讲安尼会当找着家己的价值。这就是较巧的人的做法啦。就亲像讲要做一寡目标，结果有人写甲足困难的，有人就是写甲较简单，安尼较简单就完成，安尼有成就感。这嘛是一种足巧的、足智慧的做法啦。就是安尼豆豆仔找出来家己的价值，认为家己袂歹，毋免讲听别人讲啥就做想要去学伊的，家己若对这人讲的即个故事的版本离伊即马要行的即个人生的蓝图愈无共款，就愈感觉家己失败啊！这拢是以前的观念，即马希望会当豆豆仔家己改变。